潮起潮落，日月更迭，時光從來都唔會為任何人停止流轉。藏身喺澳門民生區嘅呢座大宅，經歷無數春秋，依然毅然佇立。佢嘅一磚一瓦都見證住一代愛國將領與澳門嘅深厚連結。呢座大宅就係葉挺將軍故居。葉挺原名葉維勳，字希夷，1896年出生於廣東惠陽縣嘅一個農民家庭。後嚟佢嘅啟蒙老師陳敬如建議佢改名為葉挺，意為人要上行，葉要上挺。葉挺將軍咧喺好細個時候咧，就喺佢嘅其中一個兄長嘅建議同埋安排之下咧，就接受一啲比較好正式嘅軍事嘅訓練。佢首先咧進入咗廣東嘅陸軍小學堂，後來咧又去咗湖南嘅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咁最後尾咧又去咗保定嘅陸軍軍官學校。咁呢三間學校咧都係一啲比較當其時正規嘅軍事嘅學校。喺呢一種嘅學校嘅教育之下，佢唔單止有軍事嘅理論同埋技術嘅訓練，亦都係比較開放咁樣接觸到唔同嘅一啲愛國嘅思想、進步嘅思想、民主嘅思想。呢個亦都為佢後來投身喺我哋嘅愛國嘅一系列嘅工作，從北伐到抗日呢兩大嘅救國事業上面咧，係奠定咗好重要嘅知識嘅基礎。咁葉挺佢喺1918年嘅時候咧，就喺福建加入咗鄧亨嘅軍隊，咁就提出好多建設性嘅意見，受到鄧亨嘅賞識，於是咧就將佢推介咗俾孫中山先生。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咗叛變，孫中山同埋宋慶齡喺葉挺嘅掩護之下，成功突圍脫險。因為佢嘅勇敢同埋忠誠，葉挺獲得咗孫中山嘅信任同埋賞識。咁我哋見到咧，其實葉挺喺廣東嘅時候咧，其實就認識咗孫中山先生，而且咧係後來一直追隨孫中山先生咧，仲做過佢一啲保衛營嘅營長嘅工作。喺呢個過程入邊咧，1924年咧，咁佢就辭咗喺軍隊入邊嘅職務，就去咗蘇聯嘅東方學校同埋紅軍學校嘅一啲中國班度學習。咁呢個過程咧，佢比較全面咁樣接觸到共產主義嘅思想。咁後來咧就翻到嚟國家，成為咗國民革命軍嘅第4軍嘅嗰個獨立團嘅團長。翻到嚟成為團長嘅時候咧，佢已經係發揮表現出一個好傑出嘅軍事嘅才能。佢早期咧其實喺廣東嘅肇慶、江門，喺西江一帶咧係掃蕩一啲嘅土匪，同埋係保護一啲農民嘅運動，取得咗好大嘅成績。後來又被委任為成個北伐運動嘅先遣嘅一個部隊，所以咧呢個過程入邊咧，被稱為我哋後來所理解嘅一個鐵軍同埋北伐名將。葉挺將軍故居係一座2層西式建築，經修繕優化之後開放俾公眾參觀。呢度還原咗葉挺家居嘅佈局，同時展示咗佢從軍事蹟嘅相關資料。喺奮進向前嘅路上，佢與一生摯愛李秀文相遇，亦因此與澳門結下咗不解之緣。葉挺嘅妻子李秀文係澳門人，咁呢一間大宅咧係佢哋家族嘅一個物業嚟嘅。咁當時澳門嘅社會環境相對比較穩定啦，咁葉挺就同佢嘅屋企人就選擇去澳門呢個地方居住。咁喺葉挺籌建新四軍嘅過程入邊咧，李秀文其實佢係變賣咗佢部分嘅嫁妝去籌款，支持葉挺去籌建新四軍嘅。喺另一方面，亦都會見到李秀文嘅家族其實都係好支持葉挺嘅一啲相關嘅工作嘅。呢座大宅唔單止係一個容身之所，佢更係葉挺嘅家。呢度承載住佢同家人嘅溫馨時光，亦保存住生活嘅每一份溫度。咁我哋睇翻一啲資料有提到咧，就係話其實葉挺曾經喺呢樓入邊咧就佈置咗一個黑房，去專門做一啲菲林嘅沖曬嘅工作嘅。咁亦都係可以從中睇到就係話葉挺喺戰場以外咧都有佢自己嘅一個生活，而且佢嘅一啲攝影嘅作品咧都係記錄咗當時嘅一啲軍旅嘅情況嘅。
葉挺多名子女喺澳門出世、成長，後人亦視澳門為第二故鄉。重遊祖父嘅故居，葉鐵軍別有一番感受。澳門是對於我們家族來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我的父輩在這兒出生，在這兒長大，他的所有這個童年記憶也都是在這個葉挺將軍的故居。對於我們家族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情感紐帶。這陳屍這床上有8個枕頭，2個枕頭是爺爺奶奶的，其他6個是孩子們的枕頭。等於我父親啊、大伯、姑姑有6個子女都是在這兒出生長大的，這等於連接了他們整個的這個童年的生活。這個院子裡有個大樹，他當時記得他那說他小時候童年在那兒爬樹啊。完了，旁邊還有個水塘，那個爺爺教他怎麼游泳，怎麼摸魚，所有童年的記憶都在這間屋子裡，也是度過他們最溫馨的這個時光。澳門這塊是我們的第2個故鄉。這個故居呢，當時是我奶奶的李秀文的嫁妝，奶奶為了支援抗戰，把這個嫁妝也都變賣了，完了買了3600把手槍跟一批藥材，就帶到新四軍，交到爺爺的手中，支援了抗戰。咁呢間大宅咧，本身係李秀文屋企嘅物業嚟嘅。咁喺葉挺嚟咗澳門之後咧，就交咗俾佢嘅秘書管理。喺皖南事變之後啦，因為佢哋嘅家庭生活比較拮據啊，就諗住變賣呢間大宅。咁當時何賢出於對葉挺嘅一個崇敬同埋支持啦，就用咗高出市價好多倍嘅一個價錢買咗佢。喺1948年嘅時候，何賢將呢個大宅轉咗俾婦聯，而婦聯咧亦都將佢無條件咁租借咗俾學聯做會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學聯揾到新嘅會址之後，佢就將佢還俾婦聯，而婦聯亦都係將佢用咗一個托兒所嘅一個用途。走過大街小巷，小城處處都遺留住歷史嘅痕跡。據記載，葉挺嘅部分子女曾經喺培正中學求學，校園嘅童年回憶成為滋養佢哋一生嘅養分。其實咧，培正喺1889年喺廣州開始已經創立咗。咁點解有澳門培正咧？最主要係1937年7·7盧溝橋事變，日軍全面侵華，廣州培正就要淪陷，就要搬，所以佢哋咧一路搬到去鶴山啊，搬到去甚至係粵北嘅地方，最後咧到1938年咧就搬咗嚟澳門。當時喺高士德呢個地方，當時叫柯高馬路啦，亦都係賈伯樂提督街。葉挺將軍佢哋住嘅地方咧，其實就喺培正唔到100米嘅一個嘅距離。根據我哋嘅資料，佢最少有2位小朋友，就包括葉正大同埋係葉劍微2位喺培正係讀過書嘅。咁葉正大佢讀嘅年級咧就高少少嘅，就係小學嘅高年班同埋初中1。妹妹咧葉劍微咧就係應該係讀緊幼稚園。其實咧喺2012年咧年初嗰段時間，咁葉正大校友咧就即係話我想翻嚟母校度睇一睇咁。當時我都有份接待啦。咁佢同佢一批嘅親友就一齊嚟到培正，佢都好低調嚇，佢就係主要係要翻嚟去懷緬翻佢自己學習嘅地方究竟係點樣，佢成長嘅地方又如何有啲咩變化。除咗2012年咧，2014年佢都第2次再翻嚟母校。而家我所處呢個地方，亦都係葉正大校友，佢2014年嗰陣亦都嚟過參觀。嗰次咧就送咗一啲寶貴嘅一啲嘅資料啦，因為佢本身都係航空嘅專家嚟嘅，咁佢送嘅刊物都係同航空航天有關嘅一啲嘅作品。感恩即係澳門當時亦都係一個令到佢哋生活好開心嘅其中一個地方。咁校園生活亦都讓佢哋好有一個感情，好值得佢哋去懷緬。咁呢個我哋聽到，我哋都覺得好欣慰。心繫民族使命，葉挺肩負新四軍軍長嘅重任，
踏上為國征戰嘅烽煙之路。喺1937年咧，其實葉挺將軍咧就任咗新四軍嘅軍長啦。咁其實喺38年咧就已經喺偉江戰役裏邊咧打敗咗日偽軍，而且仲繳獲咗大量嘅物資。後來咧就去咗皖南地區嘅經縣啦，然後跟住喺雲嶺嗰個地方駐紮，建立咗一個系統嘅根據地。39年嘅時候，即係喺次年嘅時候咧，佢甚至喺江北咧建立一個新嘅根據地。然後跟住咧，甚至同八路軍去會合，喺皖東嘅地區咧，開闢咗一個新嘅根據地，從而打通咗華中同埋華北裏邊嘅聯繫。首先一，佢可以牽制到日軍啦；二嘅，佢亦都可以騷擾到長江嘅流域嘅運輸啦。所以你會見到嘅呢種根據地，首先係建立咗一個點，然後跟住就可以發散成線同埋面，去從而影響呢個正面戰場嘅戰局嘅。二戰期間，澳葡政府實行中立政策，澳門雖然未直接參與戰爭，但卻成為抗戰事業嘅重要後方基地。而鏡湖醫院第一任院長柯倫醫生，更係同葉挺將軍關係密切。當時咧，柯倫院長咧係呢個革命軍第4軍嘅軍醫，咁而葉挺將軍咧就係第4軍嘅軍長。咁喺1935年嘅時候咧，就葉挺將軍咧就秘密咁嚟到澳門咧係隱居嘅。咁因為當時佢嘅妻子啊，同埋啲小朋友啊、啲仔女咧都全部喺澳門，咁所以咧就住喺呢個澳門。咁而柯倫院長咧就受周總理佢哋嘅呢個指示咧，就要嚟澳門咧保護佢，直至到1946年為止，一直咧都係葉挺將軍嘅本人啊、妻子啊同埋啲兒女啊做佢哋嘅呢個家庭醫生。最早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澳門嘅全澳門嘅市民咧，喺1931年到呢個33年期間咧，當時就通過我哋鏡湖醫院嘅慈善會嘅領導啊、理監事啊、同埋呢個商會啊發起，全澳各界同埋4屆咧一齊咧去籌款，同埋咧就成立呢個國民醫療救護隊咁樣嘅，直至到柯院長嚟咗之後咧，成立呢個青年救護隊。咁而柯倫院長咧就負責咧係做教佢哋嘅年青人咧，就係去做急救啊、做救護嘅工作。鏡湖醫院成立於1871年，係澳門歷史最悠久嘅華人醫療機構及慈善組織。抗戰期間，醫院肩負起救治軍民、支援抗戰嘅歷史重任，而鏡湖歷史紀念館就存放咗抗戰事業相關史跡以及重要資料，更喺2025年被列為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因為當時抗日戰爭咧，好多難民，內地嘅又有，甚至本澳都有，同埋呢個香港都有。最多嘅時期裏邊咧有400個難童。當時嘅情況就係，只要佢嚟到嘅，我哋都要接受。咁如果佢有受傷嘅，就要處理佢受傷；佢有病要照顧佢嘅疾病。咁就係由我哋嘅柯院長做統籌，然之後咧就交俾我哋醫院嘅護理人員啦。有經驗嘅就管起呢班小朋友嘅一切嘅生活起居同埋教育。咁有啲家人領翻，都有一部分咧係俾有啲澳門人領啦，有啲華僑咧領走嘅。咁但係我哋咧慈善會咧就好清晰記錄晒啲資料喺度咁樣咯。其實咧抗日時期咧對葉挺將軍嘅支援其實都有好大，因為葉挺將軍咧其實喺32年至到42年之間咧，其實就喺澳門。喺澳門嚟講嘅就給予咗呢一個安全嘅保障啦。其餘咧呢度有好多嘅愛國人士提供咗一啲生活嘅保障俾你，例如一啲支援啊、一啲幫助啊，甚至令到你哋可以做一啲小本嘅生意嚟到去養活自己啊。所以我哋可以話係提供咗一個生活支援。咁仲有最後一個最關鍵嘅點啦，就係喺呢度透過澳門呢個中立地區，我哋可以聯絡到好多唔同網絡嘅消息
同埋資訊同埋人事，所以我哋亦都會睇到嘅，其實1937年去就任新四軍嘅軍長嘅時候，其實就透過柯倫醫生咧，然後跟住去送佢離開澳門，而跟住去到武漢嘅。所以我哋會睇到咧，其實係可以話係一個全方位支援咗葉挺將軍嘅。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其後葉挺被囚禁。喺5年幾嘅時間入面，佢先後被監禁喺江西上饒、廣西桂林、四川重慶、湖北恩施等地。喺獄中，佢寫下咗著名嘅《囚歌》，表達咗寧死不屈嘅崇高氣節。我哋見到咧喺皖南事變之後咧，葉挺將軍咧其實係被囚禁咗成5年幾嘅時間。咁佢太太李秀文咧，其實係有幾次咧係嘗試不斷去探視同埋聯絡佢嘅，咁都去睇過佢幾次。咁後來咧有關方面都係獲准佢同佢一齊生活添。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係可以充分感受到一個傑出嘅軍事家，一個愛國嘅革命家，佢面對民族嘅愛敵最深重嘅時候，但係佢又被囚禁，唔能夠參與愛國嘅運動，正係因為呢一種咁樣嘅迫切嘅愛國嘅想報效國家，但係又無所作為嘅嗰種苦悶咧，令到佢最終寫咗《囚歌》。咁呢一個咁樣嘅經歷咧，對葉挺嚟講，對於成個國家嚟講，我諗都係一個好大嘅遺憾。世界救災會咧組織咗回國服務團，係咪組織啲人嘛去國內去點啊？真係去前線去參戰嘅。葉挺其實原本係孫中山嘅追隨者，其實孫中山警衛營嘅營長。時至今日，澳門各界仍然銘記住抗戰精神，而學校嘅課堂亦都加強教育，幫助青少年學生認識呢一段歷史。其實咧，我哋進行愛國愛澳嘅工作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方法。其中咧，我哋有一個所謂課程叫做歷史時事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通過現時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去發生緊一啲嘅事情，點樣同歷史裡面曾經發生過一啲事情，將佢結合起嚟，同學生去講解。抗戰勝利80週年咁，全澳門嘅學生都有做一啲嘅愛國嘅教育嘅工作。咁我哋就會結合，因為葉挺將軍佢嘅故居就喺我哋側邊，佢嘅小朋友亦都喺我哋學校裏面曾經係讀過，我哋都會結合呢啲嘅事件，讓佢哋知道，原來歷史事件距離佢哋嘅身邊其實唔係好遠嘅啫。同學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佢哋會對於葉挺將軍成個喺澳門嘅生活，以至到後來嗰個狀況發生咩事件，佢哋會有一個更清晰、更細緻、更清楚嘅認識，從而達到一個教育嘅目的。1946年4月8日，葉挺將軍獲釋後唔到1個月，佢攜同夫人李秀文及2名子女，同黃若飛、博古等人乘機由重慶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墜毀，機上17人全部罹難，一代名將就此殞落。佢嘅精神卻係永遠長存。第一個留俾澳門最珍貴嘅遺產，一定係葉挺將軍故居。呢一個係一個好實在嘅一個嘅歷史建築，而且呢個歷史建築係同葉挺個人同埋佢嘅家庭建立咗非常之密切嘅聯繫。第二個層面一定係佢所留下嚟嘅一啲精神嘅遺產。我哋會見到作為一個咁傑出嘅軍事家、革命家、愛國者，其實佢喺澳門嘅嗰個生活，喺澳門嘅成個嘅等待報國嘅時刻嘅到來嘅嗰種堅韌同埋抉擇，其實都係會俾到澳門嘅居民、澳門嘅年輕人一個永恆嘅記憶，一個長期嘅教育。最核心的精神可能是家國情懷，爺爺對祖國、人民、對黨
的无限忠诚，时刻的激励着我们。所以我们个人的选择也要跟国家紧密结合起来，以他的那个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铁军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后人。也希望我们后人把这种红色基因的传承一代代的传承下去，为祖國的偉大復興、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個的力量。愛國嘅精神或者抗戰嘅精神嘅傳承，一定係要靠我哋好持續嘅嗰個細水長流潤物無聲嘅教育啦。其實我哋會見到咧，澳門人係特別珍視呢種精神同埋呢種傳承嘅。咁我哋將來咧，其實係要喺呢方面繼續持續咁樣去努力咯。咁年青人嘅話咧，我覺得咧係可以更多咁樣去到主動啲去了解呢一種我哋先輩奮鬥嘅歷史從而咧代代相傳咁樣傳承返我哋愛國嘅精神、抗戰嘅精神。